是不能公開妒忌，學習大方接受。同行時要殿後，誰冷落舊朋友？節日讓我相會，體地獻奏，沿途明亮燈飾閃映在晨早，言談越自然，內在更冰凍。誰當初無心將兩方撮合，然後留低只得這靜默人。仍是你們沒有，我望你們熱吻，應該相等還是快感？能回避嗎？我怕了，當那電燈膽牽着你們來回，委屈中受難。一個我被撇低，卻又很不慣，要走的一世又折返。能承認嗎？我故意當那電燈膽他日你們原從時，一切也不難。善良人埋藏着最壞的心眼，妄想一天你們會散，會說嗎？兌換了你身份，可應該滿足，承認還是自己都擁有懷慮，動情和眼淚讓別個得到。留低的原因，一世的秘密，其實明知只得我是愛人，仍是你們沒有，我望你們熱吻，應該開心還是痛心？能回避嗎？我怕了，當那電燈膽牽着你們來回，委屈中受難。一個我被撇低，卻又很不慣，要走的一世又折返。能承認嗎？我故意當那電燈膽他日你們原從時，一切也不難。善良人埋藏着最壞的心眼，妄想一天你們會散，會說。